世界潮流浩浩湯湯，主持李偉才、梁錦祥、車厘子。歡迎大家翻到嚟呢第二節嘅浩浩湯湯。咁啊，而家我哋真係呢就要睇睇呢個現代羅馬帝國嘅發跡史啦吓。最先嘅時期其實呢，佢主要嗰啲殖民地呢，其實都係喺呢個美國而家個東岸嘅地方啦吓。咁啊，最多嘅時期有13個嗰個獨立嘅殖民地。咁但係因為呢，就係英國嘅壓迫太緊要呢，吓，其實就本來都冇所謂嘅，相安無事嘅。佢係殖民地係好耐嘅，大家諗諗啊，嗰段時間呢，好可能大家冇為意嘅。哥倫布其實發現嘅時期係1492年啊嘛，咁當然就唔係即刻就殖民嘅係嘛，咁但係你諗下，其實佢嗰個獨立戰爭係1776年咧，獨立宣言嘅時期咧。其實幾百年嘅喎，中間係嘛，接近幾百年嘅喎，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個殖民地嘅身份係好耐嘅，啲人亦都冇意思話點樣要爭取獨立，冇乜所謂嘅。即係如果你由得佢自己嚟發展，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咧，英國你知道啦，佢係要做一個大英帝國啊嘛，佢要打好多仗啊嘛，咁梗係要即係要抽稅啦，苛捐雜稅，要錢啊！咁呢樣嘢咧就令到咧嗰啲殖民地咧就非常之不滿啦嚇，因為你就係嗰啲嘅賦稅咧太重嘅時期咧，咁佢哋有一句名句啦，係嘛？佢話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啊嘛，就係話我實際上咧就喺英國嚟講，我就冇地位冇發言權嘅，我喺國會又冇一個議席嘅，但係咧就只有納稅嘅份兒係嘛？咁即係我講即係有交錢就冇發言權，咁啊完全冇道理噶嘛係嘛？咁當然咧即係就係因為呢樣嘢咧，到最後佢哋爆發咗一個獨立戰爭嚇，都話其實好慘烈嘅，跟住又係兄弟相殘啦，自己人打自己人，又死咗好多人嘅。咁但係後嚟咧，其實佢哋咧喺讀過美國歷史嘅都知道咧，佢哋其實最先究竟係奉行呢個邦聯制定係聯邦制咧，拗咗好耐嘅，即係嗰啲叫 Federalist 啦嚇，即係話其實 Federal 咧就係聯邦，但係 Confederation 咧英文咧就係邦聯。咁邦聯咧就鬆散好多嘅，咁所以其實佢哋有一個時期咧，其實係即係歷史嘅即係三岔口啊，即係究竟係走邊條路咧咁樣。但係最後咧就係聯邦嘅主義咧就係贏咗，咁就係造就咗我哋今日所見嘅美國啦。咁聯邦係緊密好多，但係雖然即使話緊密啫，但係都好有趣嘅。其實我哋啲叫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你聽下個名都記得係 State， 本來就已經係一個國家嚟噶啦嘛。如果你英文嚟講，但係佢 United States 喎咁，當然我哋而家就叫州啦，係嘛？即係美國50州。咁啊嚇，咁但係咧，其實真係每一個州咧有佢自己嘅法律，甚至有自己嘅稅制嘅喎。咁呢個咧，即係喺世界好多地方嚟講咧都冇㗎，呢個好獨特。但係當然，其實聯邦政府嘅權力咧係越嚟越大嘅嚇，即係你睇翻過去啲200年嘅歷史咁樣啦嚇。咁大家亦都好熟悉嘅 FBI 咧嚇，就係Federal 係嘛 Bureau of Intelligence 啊嘛 ，investigation 講到咗 investigation 啊嘛，咁嗰個就係聯邦密探咯，我哋所謂。咁即係話有好多嘢咧，如果你喺州嘅層面搞得掂嘅，即係你維護治安啊、執法啊，咁你咪搞掂佢咯。咁但係有啲嘢穿州過省嘅嗰個罪犯係嘛，咁我點啊？咁啊要出動 FBI 咯，係嘛？咁所以就聯邦政府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講翻咧，頭先就話呢個白人去到呢個北美洲啊。即係當然啦，南美洲都係啦，但係咧而家我哋集中北美洲啦嚇，就當然就係當地土著嘅大災難啦。咁最先頭先講過，佢哋係聚居喺東岸嗰度附近嘅，但係咧慢慢咧即係佢哋人口增加嘅時期咧，就有個壓力咧，咁就話向西啦。咁向西嘅時期咧，佢哋甚至咧喺思想上咧就作出咗一個咧，即係其實自圓其說嘅講法咧。其實佢哋又有一種咧，你知道佢哋其實好多都係清教徒嚟嘅。或者係開爾文主義，我哋叫 Calvinist 嚟㗎，係嘛？即係一個教派，基督教入面一個教派嚟嘅嚇。咁但係咧，佢哋咧就衍生出一種思想咧，就中文好都幾有趣嘅，亦得叫超超天命啊嚇，超超咁就英文咧叫做 Manifest Destiny， 就即係話咧，原來咧即係我哋咧要遍佈呢個北美洲呢個大陸咧，甚至一路要去到向西去到太平洋彼岸嗰度啦，即係嗰個岸邊咧，嗰度嚟講咧，其實係我哋嘅使命嚟嘅。即係我哋上天賦予我哋有咁嘅責任係一定要去咁啊！咁所以佢哋即係向西咧，所謂篷車征西啦嚇。其實一路打過去嘅話咧，即係佢哋自己心入面咧係理直氣壯嘅。咁當然呢啲就係當地嘅災難啦，即係你打翻。即係好似以前聖戰咁，啲人都係抱住呢一個覺得係為佢哋嘅神服務咁嘅，呢個上帝嘅意志，呢個神嘅意志嚟嘅，所以叫 Manifest Destiny。咁佢所以最後咧就真係打到去真係嗰個西岸嗰度啦嚇。咁但係當然咧，你雖然係喺路咁樣打到去，咁而且有好多殖民啦嚇嘅時期，但係因為當時嘅交通咧係好落後咧，咁都係好鬆散嘅。所以而家美國真係成為一個強大嘅國家咧，其實好重要就嗰條鐵路。
咁所以咧喺嗰條鐵路嘅時期咧，即係呢個就叫做第一條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嚇嗱，英國人就叫 railway 嘅，美國人咧就叫做 railroad 嘅。咁呢個咧亦都有一般俗稱叫 Pacific Railroad 啦，就太平洋嗰個鐵路啦嚇。就佢就係由呢個其實最先唔係由最東岸嘅嚇，係中間起，但係後嚟當然駁通晒啦，由最東岸去到最西岸咧。其實佢係兩大批嘅移民咧係為主嘅，即係都死咗好多人嘅。東面嗰節咧其實就係愛爾蘭嘅人起嘅，即係嗰啲移民。而西面你估係邊度嘅人起嘅咧？知唔知咧？Cherry， 你俾你估下啦。西面，你有冇聽過咩叫華工血淚史啊？哦，即係有啲中呢個你唔可以唔知嘅，因為呢件事係同中國人有關嘅。呢個其實當其時你聽過咩叫賣豬仔未？即係賣去嗰啲舊金山嗰啲。一來就掘金開礦，二來就起鐵路。但係其實咧，即係當其時嗰個待遇咧，好多係非人嘅待遇嚟嘅嚇，同埋亦都好危險嘅。尤其是佢擺好多炸藥啊，要開山炸嘅時期啊，揾邊啲人去咧？佢自己白人梗係唔去㗎，就揾佢哋啲華工去。咁但係呢啲炸藥成日都好唔安全㗎嘛，咁咪炸死咗咯。即係半奴隸嚟㗎咯。係差唔多係㗎，因為佢嗰個收入係好低嘅。因為又最弊咧，佢嗰陣時啲嗰啲人咧，嗰陣時中國晚清嘅時期係好窮啊嘛，啲人民不聊生啊嘛，又經歷過太平天國咁樣，咁所以咧佢好多人就要出外謀生嘅時期咧，就簽章咁啊賣身契，就話我出去啊，即係賺錢啊寄翻嚟啊，咁啊係養家咁樣。咁但係點知咧，原來一簽咗嗰張嘢，佢又唔係睇得好明嘅話咧，咁佢就乜嘢權益都冇晒。咁啊去到咧就非常之即係可恥嘅待遇嚇，即係好差好惡劣嘅條件。咁差唔多係半奴隸式嘅。咁佢就由西岸一路起到，咁其實最後咧就大家喺中間接合嘅。即係愛爾蘭人起嘅節，同埋呢個我哋中國人起嘅節，咁樣咧，最後貫通咗之後咧，美國先至係真正就強大起嚟啦，貫穿到東西咧個經濟咧就真係突飛猛進。咁啊，好耐以前其實我即係好多年前咧，我係聽過咧就話好似啊吳宇森去咗荷里活之後咧，同埋後嚟啊周潤發又去埋咧，係傳聞過咧就話係會拍一套叫做即係講華工血淚史嘅，就係由吳宇森導演、周潤發係主演嘅咁樣樣。而家講起碼成20年前啦嚇，哇！我好期待嘅，即係我想話即係將我哋呢啲咁嘅血淚史拍出嚟啦。咁但係最後當然咧等佢等唔到嘅，竟然就等到套赤壁出嚟，咁當然真係極其失望啦，兩回事啦係嘛？咁唔使講啦，講真，你喺荷里活拍呢個題材，你諗下呢有市場啊，根本美國人就想唔想提啊？根本就唔想提翻呢啲咁嘅事啦。邊個會買飛去睇啫？係嘛？係我哋關心嘅啫嘛嚇。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咧，講到美國擴張主義咧，其實你知唔知最先嘅時期咧，其實美國嘅面積咧係比而家係少好多好多嘅。嗱，有幾樣嘢咧，原來好犀利嘅。好似話最先咧，嗱，你講講你所。我聽翻嚟就話，其實好多南邊嗰啲地方係墨西哥嘅本身。係啦，冇錯啦。嗱，咁啊最先咧，未喺即係墨西哥度搶翻嚟咧，就係最早係原來去法國咧就買翻嚟咧，就係路易士安那州。咁你估用咗幾多錢咧？就1500萬，即係當其時1500萬。哇！呢個世界上一定係最抵冇得再抵嘅一個地產交易啦。就係1803年向法國買入嘅。路易士安那州當其時仲有啲人就話有冇搞錯啊？買塊爛地翻嚟做咩咁樣添？咁另外咧就喺1846至到48年咁上下啦，其實就喺我哋呢邊就啱啦，鴉片戰爭冇耐啦，係嘛？咁但係咧美國同墨西哥就打咗一場大仗啊！即係咁咧就卒之墨西哥就輸晒啦，輸晒咧就差唔多喪失咗成佢一半嘅土地添。咁就係咧而家嘅呢個德薩斯州啊，同埋呢個西面嘅加州好多地方啊，同埋即係生墨西哥啦，梗係啦，其實就全部咧就俾美國搶晒咁啊冇得翻轉頭啦咁另外咧就係1867年嘅時期咧，就最有趣咧就係一笪完全離開美國係隔咗一個國家嘅，隔咗加拿大嘅，咁嗰笪咩地方咧？阿拉斯加係啦，冇錯。呢一個咧，亦都係歷史上面咧，真係亦都係最抵嘅一個地產交易啦。咁佢就中咗仲少錢，就係720萬美金啫。當時咧就係同俄羅斯買翻嚟嘅，同俄國買翻嚟嘅阿拉斯加。咁樣啦，但係而家你知唔知阿拉斯加好值錢噶？幾多資源喺嗰度？呢啲礦物啊、黃金啊、石油啊，特別係石油啊同埋喺軍事上啊，佢幾緊要啊！咁俄羅斯真係後悔莫及啦。有乜理由賣咗個阿拉斯加俾佢啊？以為冇用，以為爛地一塊。咁另外咧，但係真正咧一笪地方咧係佢打翻嚟嘅。嗱，即係你話美國就唔係似得以前嘅殖民地啊，咁啊冇侵佔其他國家，其實唔係嘅，有嘅。呢個就係夏威夷。因為夏威夷本身咧，其實佢自己係有土著，係有個王國嘅，已經係有個即係你話酋長都好啦，但係佢人哋係有個
國家喺度。咁但係咧美國嗰陣時咧就真係咧佢啊向西面擴張咧，就包括埋出埋海添，就去太平洋。咁深尾最後咧就吞併咗呢個夏威夷嘅。咁當其時就係1898年啊，即係已經係19世紀末啦。咁所以先至係形成咗而家我哋即係美國嘅版圖係咁樣樣嘅，係嘛？好啦，咁咧但係之前我記得好似都講過嘅。美國咧，其實曾經咧有一個段時間都幾長啊，就係奉行一個叫做門羅主義嘅 Monroe Doctrine 啊，就好早啊，1823年嘅時期，嗰個總統叫 James Monroe 咧，咁佢就提出咧，其實咧就話一方面你舊大陸即係歐洲入面咧嗰啲烏煙瘴氣嘅嘢咧，我哋唔理你嘅，所以就算你哋點打生打死咧，我哋嚴守中立嘅。但另一方面咧，整個呢個西半球咧即係話喺南北美洲咧，其實就係我哋嘅勢力範圍你就唔好再嚟搞震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同你唔客氣咁樣咁所以呢個就叫門羅主義。咁其實有少少好似係閉關自守咁樣嘅意味喺度嘅咁所以咧，佢本來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咧，佢都冇打算係出兵嘅。咁你知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到1918啦，係嘛？但係其實臨尾嘅時期咧，就係因為呢個佢嘅船咧就俾人打沉咗啦，咁佢就忍唔住出手啦。咁當然講真，其實咧就咁樣，佢同英國始終咧係有血脈相連嘅，係嘛？咁你知道當時英國法國咧就係同呢個德國啊普魯士嗰邊打噶嘛，係嘛？咁所以咧佢最後咧都係幫咗英國嗰邊啦，而佢嘅參戰呢亦都係決定性嘅咁最後扭轉局勢咧就贏咗啦，係嘛？咁呢個咧佢其實係去到1917年先參戰嘅。咁之後一年鬆啲，佢就已經係打贏咗啦咁樣。咁但係之後咧，其實佢都係翻到去，即係個門羅主義，就係希望自己獨善其身咁樣樣啦嚇。所以第二次大戰呢個古仔大家都好熟悉啦。又係唔打嘅，又係唔打嘅。1939年希特拉咧就即係去進攻捷克啊、波蘭啊咁樣嘅時期咧佢都話唔關我事嘅，今次真係唔打啦咁樣樣。點知咧最後唔嫁又嫁咁呢個大家知道咧就係1941年咧12月咧7號嘅日本偷襲珍珠港令到佢改變初衷啦，咁今次又係同夏威夷有關，就係呢個 Honolulu 嗰度咧，佢本來呢個太平洋艦隊咧就係一下子大概係20分鐘左右嘅時間啫，就即係折兵選將咧就好多架都沉咗啦就死咗好多人，咁所以最後決定參戰。咁但係參戰嘅時期咧，亦都將嗰個形勢完全扭轉嘅，因為當其時咧其實整個歐洲差唔多都淪陷㗎啦。其實英國咧大家都打到攰晒，但係其實係唔夠打嘅，即係呢個納粹德國真係好勁。根本尤其佢後尾發明埋嗰啲火箭咧咁如果你再遲啲嘅話咧，你根本就唔係佢手腳噶啦。咁英國之所以最後冇淪陷咧，唔係因為佢叻，係因為隔咗道海啫。所以我哋成日講地緣政治學呢樣嘢係絕對不能忽視嘅佢就係嗰個英倫海峽就救咗佢一命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美國參戰之後咧，當然咧，最後就率領盟軍呢，就打敗軸心國啦，納粹德國意大利法西斯咁樣同日本軍國主義啦。咁歐洲方面呢，就係喺1944年嘅時期6月6號咧就諾曼第登陸，就所謂 D-Day 啦勝利之日。但係當然有排打嘅，一路打到去柏林啦。咁但係太平洋戰事呢，其實拖得仲耐，亦都好慘烈嘅。大家知道啦，咩硫磺島戰役中途島戰役嗰啲咁樣樣咧，係好慘嘅。咁但係到最後日本人呢，又係好強悍噶嘛，好韌噶嘛，係唔肯投降。咁所以而嗰陣時咧，亦都佢哋已經咧係研製咗原子彈出嚟啦。咁呢個後嚟愛因斯坦好後悔嘅，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係佢同埋啲科學家咧聯名咧簽署寫信咧，叫羅斯福咧係致力發展原子彈嘅。咁就將之發展出嚟啦。咁亦都講過下啦，就喺1945年嘅時期8月6號就抌咗落去廣島，就係8月9號抌落去長崎。即係好多陣時就話點解你唔去抌落啲冇人住嘅地方嚟去威嚇佢呢？同埋抌到落廣島，點解又要抌落長崎呢？咁樣當然你可以即係諗出好多嘅理由嚟去辯解。咁但係始終嚟講呢兩個當然都係一個好大嘅人道災難啦，係嘛？咁當然你可以拗翻轉頭就話你唔係咁樣快啲結束個戰爭，再拖落去呢，就仲死得人多。咁呢個又係一個角度啦，係嘛？咁但係呢，仲另外呢，我諗亦都要講呢，就係我哋中國咧，其實確實係受過美國嘅幫助嘅8年抗戰係嘛？其中喺1941至42年嘅時期咧，就一個美國嗰個空軍嘅上尉叫陳納德呢個係個漢名嚟嘅啫，唔係中國人唔好搞錯。咁樣咧就成立咗一個飛虎隊啦其實正名就係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咁就喺我哋中國西南嘅嗰度咧，就係即係幫手就去打呢個日本嘅空軍嘅，有空戰呢都好慘烈嘅咁確實係幫到我哋。好啦，咁但係咧就其實美國呢個崛起咧，真係就係第二次嘅大戰咧係一個轉捩點咁之後咧，其實大英帝國咧
就真係元氣大傷，就開始沒落啦。呢個所謂日不落國，咁美國就崛起呢，就取而代之。當然，但係如果從經濟學嚟睇呢，一啲嘅經濟學史家都指出呢，如果講真係純粹 GDP 嚟講呢，喺1900年咁上下呢，即係20世紀依此呢，其實美國嘅 GDP 已經係超越咗英國。但係當其時呢，即係冇人留意啦，當時都冇咁多數據，咁樣呢，就亦美國當其時都無意去挑戰大英帝國嘅地位嘅。但係只不過呢，即係形勢逼人來呢。第二次大戰之後呢，咁佢就好自然其然呢，就係當上咗所謂即係世界盟主呢個寶座啦。咁呢個寶座嘅時期呢，其實要有一樣嘢一提呢，就喺經濟方面嘅。其實當其時都未完全完晒嘅，就都係1944年啦嚇，即係喺呢個7月嘅時期呢，美國就聯同44個即係同盟。即係國家咧嚇，就係喺呢一個新布漢什爾呢個州嗰個叫做係布列頓森林叫 Bretton Woods 嘅地方就開咗一個會議。咁樣咧呢個會議咧就開完之後咧就建立咗咧，我哋就叫做布列頓森林體系啊，我哋一般叫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影響到今日嘅世界好緊要嘅，因為佢就成立咗咧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係嗰陣時成立嘅。就成立咗世界銀行 World Bank 咁世界銀行咧主要咧就係講呢個幫助一啲國家嘅經濟發展為主嘅，即係嗰啲貸款啊咁樣。咁但係 IMF 咧其實就應該係負責世界金融嘅穩定為主嘅，即係各個有唔同嘅使命個 mandate 嘅。咁樣咧就亦都最重要一樣嘢啦，就喺當其時1944年7月咧就訂立咗一個全球嘅金本位嘅貨幣制度，就即係話咧由嗰陣時開始，就美金咧就同黃金掛鈎，基本上咧就35蚊美金咧就1盎司嘅黃金，然之後就全世界其他嘅貨幣咧就同美金掛鈎，咁就話以後咧我哋呢世界就會好穩定啦，咁特別唔會經歷翻好似以前嗰啲咁嘅大動盪。當然啦，最近就嗰次其實係喺美國嘅1929年嘅華爾街嗰個啦，係嘛？咁樣咧，但之後再遲少少咧，大概47年嘅時期咧，就成立咗嗰個關稅及貿易總協議啦，叫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咧。咁就係話即係我哋推動即係貿易。咁後嚟就話即係自由貿易啦。咁後嚟去到1995年嘅時期咧，就正式成立 WTO 啦。其實好晚近嘅就 WTO。1995年啊嘛，係嘛？咁樣咁就推動呢個所謂經濟自由化啦，即係自由貿易啦咁嘅嘢。咁但係喺呢個整個制度底下呢，就真係成個世界差唔多都可以變咗係美國嘅一個後院一個樂園啊！因為你一個美金嗰個霸主嘅地位呢，係好緊要好緊要嘅，係嘛？好啦，咁但係當其時呢，第4次大戰之後呢，其實佢唔係一個冇受人挑戰嘅霸主嚟嘅。咁嗰個最主要同佢挑戰嗰個係邊個呢？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實就喺大戰入面死得最多人嗰個國家，估唔估到啊？死得最多人不嬲都係中國噶。唔係啦，你以為8年抗戰死得最多人啊？原來死得最多人呢就係蘇聯。蘇聯咁蘇聯呢，因為佢係奉行呢個共產主義啊嘛，最先由列寧啦，後嚟史太林啦，係嘛，係由赫魯曉夫啦咁樣呢。咁其實呢，即係因為佢喺意識形態上面呢，佢覺得係要所謂興無滅資啊嘛，當然呢個後嚟我哋中國就咁講啦，就係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咁呢個係世界潮流啊，浩浩湯湯啊，真係係嘛，即係不可抗拒噶嘛。咁所以嚟講呢，佢係一定會有一種叫做革命輸出論嘅。佢唔淨止希望喺即係共產主義革命喺俄國成功變成蘇聯，而且佢亦都咧希望呢樣嘢一路推出去。咁確實事實上喺整個東歐當時嚟講，都變咗共產啦。即係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啊，係嘛？咁當然咧，你呢個又可以從意識形態角度睇又得，你同普通嘅地緣政治學睇又得，係嘛？咁你即係變為呢一個蘇聯嘅附庸。佢個國家咁梗係好啦，對蘇聯嚟講，但係佢亦都有意識形態喺背後嘅，就話，咁我哋變成兄弟嘅國家，大家都信奉共產主義，咁就要埋葬資本主義。咁你美國係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就係好驚啦。梗係啦，對立對立嘅時期咧，就出現咗所謂冷戰。咁但係其實話冷戰唔係完全係冷嘅，都有熱戰嘅。呢個熱戰呢，即係正式係埋牙打啦。當然最出名嘅咧就係1950去到53年嘅韓戰。咁呢個緊要啦，因為毛澤東個仔呢，喺嗰度死，都係喺嗰度死噶啦。咁當其時嘅韓戰呢，亦都益咗香港好多嘅。
因為嗰陣時個禁運咧，好多時咧好多嘢咧就要偷偷地，冇錯。咁在香港其實嗰陣時都係發跡㗎，即係韓戰嘅時期。咁第二個咧就其實仲慘烈嘅因為韓戰嗰陣時時間都係短啊，而且韓戰大家唔好忘記呢有一樣嘢喎。當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成立咗聯合國啦。咁但係呢個聯合國個名就好好聽即係 United Nations。但係講真呢，亦都係美國嘅遊樂場嚟嘅，差唔多。即係其實整個 UN 呢都係由佢話事嘅，因為實際上呢係佢出嘅錢係最大份噶嘛。咁嗰陣時無論喺政治上喺呢個經濟上，喺軍事上嘅實力如果係最大，所以個 UN 係聽佢講。所以韓戰呢係美國打咁多場熱戰即係正式有聯合國嘅決議案。係批准佢打嘅，所以係聯軍嚟嘅當其時，因為即係北韓侵略呢個南韓呢，係聯合國出兵嘅理論上，只不過即係美國率領咁解啫。咁樣呢，但係越戰就唔係啦，越戰係美國自己打嘅，但係後嚟2次海灣戰爭都唔係啦，係冇聯合國決議嘅甚至聯合國呢其實係反對嘅，但係佢都要打嗱呢個係熱戰啦。咁越戰就陰功啦，就1955年，其實就係我出世嗰年就已經開始打啦，就打到1975年。足20年啦，所以咧，其實我當其時咧，我好細個僆仔嘅時期或者讀中學嘅時期，我覺得簡直呢場仗咧係 forever 嘅，即係永不休止嘅戰爭嚟嘅，因為已經由細聽到大噶啦，係嘛？我75年咧，自然要去入大學嗰年咧，即係先至話結束。所以咧，即係頭先阿台長講過，喺美國人入面咧，真係一個好深嘅烙印。咩獵鹿者嗰啲電影係嘛？哇！美國人可能今日睇都仲會好咩嘅，好有感觸嘅係嘛？當然我哋睇我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但係另外咧，都係2次伊拉克嘅戰爭啦，係嘛？即係海灣戰爭啦。第一次咧就老布殊，就1990至91。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小布殊就係2003咧，大概去到2011啦，即係差唔多舊年當係啦，因為佢撤軍啊嘛，係嘛？但係呢一個咧。之前就意識形態為主，但係2次海灣戰爭呢，其實同意識形態已經係完全無關嘅啦，完全就係就係地緣政治學 geopolitics 即係佢要喺中東嗰度呢，一定要維持佢影響力。咁樣呢，第二呢，就係石油，完全係石油作怪啦，係嘛？因為佢就要石油就等於佢嘅流動緊嘅血啊，即係一冇石油呢，佢就會死啦，美國，所以佢一定要保障嗰個石油嘅供應，係嘛？咁當然呢，呢一個另一個第三個因素咧，當然就係以色列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呢個嚟講咧，以色列咧其實就係1948年嘅時期立國嘅。咁最主要咧背後就係英國啦因為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嚟講咧，就話將嗰笪地方咧就由英國嚟去決定佢嗰個前途啊、命運啊咁樣嘅。咁當其時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咧，係唔多唔少係希特拉幫咗佢哋。就係納粹德國嗰個對猶太人嘅屠殺嗰個 Holocaust 所謂咧，咁令到全世界好多人呢，亦都對猶太人係同情啦。咁猶太人本身呢，亦都將即係1800年嚟嗰個猶太復國主義呢，就復活啦，係嘛？咁英國人呢，亦都咧想喺中東嗰度咧維持佢嘅影響力啦，係嘛？係插支旗喺嗰度啦，係嘛？咁當然後嚟發覺原來即係中東咁多石油嘅，咁更加一定要有一個係自己嘅盟友喺嗰度啦，係嘛？咁因為始終以色列雖然佢係信猶太教，就即係同基督教係有少少唔同，但係其實都係同出一源噶嘛，係嘛？但係同回教咧，你知十字軍東征嗰陣時已經打生打死噶啦嘛，回教唔係 friend 嚟噶嘛，咁所以即係以色列嗰個成立咧，即係佢所以一定係即係呢個英國就全力支持啦，咁樣啦，咁到後嚟咧。到美國嘅時期，因為石油嘅時期咧，更加要支持。而大家亦都知道，美國其實嗰個經濟本身咧，好多都係咩人嚟控制咧？就係猶太人啦，係嘛？所以呢個咧，即係美國嘅猶太勢力係好大嘅。當然最出名嘅一個都係話令到我哋中國同美國嗰個外交恢復正常嘅，喺即係中橫政壇都唔知幾多年啦。呢個真係犀利啊！就係基辛格。基辛格咪就係猶太人咯，係嘛？即係將好多咧，即係重要嘅人物咧，其實都係猶太出身嘅咁樣。咁我哋英文叫做 Israel Lobby 啊嘛。咁所以影響美國咧，但係其實真係甚至有好多美國人都咁講，佢話呢個 Israel Lobby 咧，其實對美國嚟講都唔知係好事定係唔係好事。其實咧就好多嘢夾硬拖咗落水咧，就變咗係令到佢哋咧就同呢個阿拉伯整個回教世界咧就對着幹。咁對着幹嘅時期咧，所以咪出咗到最後。就有恐怖主義咯，係嘛？咁呢個恐怖主義呢，其實呢，好大程度上呢係美國自己一手造成嘅，唔係無端端點解我要命都唔要，纏晒啲炸藥喺個身，我為咗要炸死你，係咪啊？就係因為佢太強大我正常嘅方法我打唔過你，
咁我唯有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嚟去即係傷害你咯，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咧，即係好多人咧就話，即係呢個 Israel Lobby 喺美國嘅猶太勢力咧，其實即係令到美國都好慘咁樣。咁但係呢個係你自己選擇嘅嚇。咁當然另一個就係話，講真，佢都唔係真係為咗以色列嘅，佢係為咗石油啫，係嘛？唔好講到佢乜嘢係嘛？好啦，咁樣咧，但係其實美國咧，頭先我講咧，好多就真係諗咧係正義嘅化身咁樣係中嘅。咁但係咧，當我後嚟大個啲嘅時期咧，我先至發現原來哇，點解明明好多咧，即係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專制嘅政權，甚至係殘暴嘅政權，原來背後都係美國撐腰嘅。咁呢樣嘢就令我咧，即係細細個已經開始有嗰個懷疑喺度啦，咁所以我即係越睇越多啦，發覺原來個世界唔係咁簡單嘅。咁啊，其中真係好多噶，例如係越南啊，當其時啦，即係未係1975年真係俾北越解放之前呢，先就有吳廷琰啦政府啦，後有阮文紹、阮高祺啦。菲律賓好出名嘅就係有馬可斯啦，呢個咁嘅獨裁者啦。印尼呢就先有蘇卡諾啦，後有蘇哈圖啦，都係獨裁者嚟嘅。呢個喺南韓呢就有呢個朴正熙啊、全斗煥都係獨裁者。伊朗好出名啦，嗰個巴列維國王啊咁而呢另外一個亦都係臭名遠播嘅呢，當然就係西班牙嘅佛朗哥啦其實好殘暴嘅獨裁者啦。智利就有皮諾切特啦巴拿馬呢就有譬如嗰個強人諾力加啦。咁而呢個喺中東嗰邊呢就有呢個沙地阿拉伯嗰個皇族嘅統治，其實都係一個好專制嘅政權，但係呢，因為佢係親美，所以咧美國咧就一路點樣撐到底。咁另外一個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奇怪喎，其實亦都包括埋呢個侯賽因。當然後嚟咧就俾美國就打咗捉咗去民調添，殺埋添係嘛？就係之前呢，根本侯賽因呢可以咁講係佢嘅打手嚟嘅。咁所以佢當其時佢掌權嘅時期咧係有美國背後撐腰，只不過後嚟整下唔聽話咁解啫嘛。咁所以咧當然你可以咁講，就係呢啲叫冷戰嘅邏輯。就即係話咧，即係只要你係反共咁講先算，係啦，就係朋友啦咁樣，所以冇辦法啦吓。好啦，咁樣咧，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講一講咧呢個咁樣嘅羅馬帝國嘅發展嘅情況。